大家好啊，我係黑粉。今次咧就揀選咗李克勤喺1993年所推出嘅《一生想你》嘅裏邊啲歌去唱俾大家聽嘅。呢隻唱片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可以令到李克勤喺1993年嘅時候打入去最受歡迎男歌手最後5強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進入我為大家準備咗嘅歌。可不可能還我自由？誰人能夠問情問意離去有所保留？我愛得深，我愛得真，全是錯漏。誰人曾說往後誓言常有，我永不追究。因知道我在未來孤單中一個繼續走，請不必再繼續懷念往昔溫柔。要是愛人離去，沒法可補救，那些片說話無謂再三回首，雖擁有最後已變舊。如能回首，如能暫停時光，若要它倒流，但願那天，但願這生從未邂逅。如能回首，如能盡情回首，願放低所有。因知道這是盡頭，終於講出這個藉口。請不必再繼續懷念往昔溫柔。要是愛人離去，沒法可補救，那些片說話無謂再三回首，雖擁有最後已變舊。都不要還我自由。Thank you， 多謝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今次嘅演唱啦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嚟到呢度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我呢個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可以嘅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睇下，特別係鍾意李克勤嘅朋友呢，你就更加要 share 俾佢睇下啦。話俾佢知，原來 YouTube 有個人呢叫黑粉，係專講李克勤嘅嘢嘅。唔好唔記得要播晒黑粉嘅片啊，咁先可以幫助黑粉嘅頻道增長㗎。仲有撳埋個通知鈴，咁先可以幫助你接收到我嘅最新影片通知。最後就梗係要留言啦，咁先可以幫助黑粉嘅片進一步去推送嘅。
咁麻煩晒大家啦，辛苦晒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